1、2、3、4，停。眼睛的雨，笑我糊涂，看袂清你的心灵苦。拆开情话起一步，你不笑我嘴热爱着你，予我心甲误。我勇敢爱过你，我一生最骄傲。停，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，我是岳云老师，大家好。今天要来介绍给大家的这首歌是林秀琪小姐的新歌《爱我》啊，顶届唱的是爱我，你敢不敢？啊，今嘛呢，爱你，爱我骄傲哦，来，我们把它谱拉大，哎，这首歌是延续刚刚讲的爱你，爱我。啊，你敢不敢那首歌的专辑啊的下一个专辑呢？啊，林秀琪的第3张专辑《爱你我骄傲》啊，延续上次那首歌啊，就是讲的2个人有相爱啊，但是没办法在一起啊。来，词曲作者是好棒棒的石国人老师，这是一首升西大调，西要升一个 key， 来我们看一下西升一个 key 是怎么回事？西在这里啊，也可以在这里，对不对啊？啊，西升一个 key， 来越往右边越高，对不对？啊，来升一个 key 在这里啊，就是升到这个黑键。啊，如果升2个 key 呢，啊，再升一个就升到 D。那这个黑键呢，就介于 C 跟 D 的中间，所以黑键通常都有2个名字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比 C 高，所以它叫升 C。可是它又比 D 啊，这个 D 啊还要低，还个比 D 较低，所以就是降低啊。换句话说，隔壁这个呢，隔壁这个在 D 跟 E 的中间，它比 D 高，所以它叫升 D。它又比 E 还要低，较低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叫降 E。所以每一个黑键呢都有2个名字啊。来，我们回到歌谱上，这首是升西大调，就是找到升西的那个位置要唱什么啊？唱哆，E 等于升西啊。一的这个我们在简谱一要唱什么？唱哆，对，就是升西这个音要唱哆啦。来40拍子，1个小节有4拍，速度多快？1分钟有60拍。好，来我们来看第1小节，眼睛的雨，笑我糊涂，看不清你的心灵口，心空一口还怎么样？要闭口啊，来。眼睛的吼，第1个音要停3/4拍，后面的眼睛的眼睛的眼呢只有1/4拍，前长后短啊。后面这个要唱的这个是短音，停，嗦嗦啦嗦咪嗦2，停，咪咪瑞哆瑞哆啦2，再一次。停，嗦嗦啦嗦咪嗦2，停，咪咪瑞哆瑞哆啦2。来，我们唱歌词。停，眼睛的雨，停，笑我糊涂。再一次停，眼睛的雨，停，笑我糊涂停，嗦咪嗦啦哆哆瑞瑞咪瑞瑞，嗦咪嗦啦哆哆瑞瑞咪瑞瑞，看袂清你的心灵苦，看袂清你的心灵苦。你的前短后长哦，力比较长，的比较短哦。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前短后长这个节奏 melody 啊。这个节奏呢啊，你如果唱你的心灵苦啊，如果每个音都要唱成你半拍我半拍，那就很多都一样了，对不对啊？就会跟原本的不一样。你的心灵苦，不是你的心灵苦，没有，通通一样长啦哦。所以请大家这个旋律呢节奏一定要注意一下。来，从头来听，眼睛的雨停，笑我糊涂停，看袂清你的心灵苦。
哆来咪咪咪来咪嗦，哎，听开前话迄一幕，迄前话也是前长后短。听开前话迄一幕，哆来咪咪咪来咪嗦儿，哆来咪咪咪来咪嗦儿。听开前话去一幕儿，听开前话去一幕儿，瑞咪瑞哆啦，瑞咪瑞哆啦。你无笑我嘴肉肉啊，你无笑我嘴肉，这个弱呢，我会加了一个滑音。哆啦，哎，从哆滑下来。你无笑我嘴肉，再一次，你无笑我嘴肉，嗦咪嗦，嗦咪咪瑞咪瑞哆哆，三四，嗦咪嗦，嗦咪咪瑞咪瑞哆哆，二三四，爱着你。好我心肝哦，爱着你，好我心肝哦，三四啊，唱到这边主歌就唱完了。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副歌啊，副歌呢，副歌的第一个字呢，我啊，一样跟主歌一样。啊，要休息3/4拍啊，你半拍又附点，对不对？好，来啊，所以来把谱拉好了。我勇敢爱过你，我一生最骄傲。来听哆瑞瑞咪瑞哆瑞咪，再一次来听哆瑞瑞咪瑞哆瑞咪。我勇敢爱过你，敢要闭口，我勇敢爱过你，我嗦啦嗦咪瑞咪儿，嗦啦嗦咪瑞咪儿。这个骄傲的傲呢，有1拍半啊，那后面的半拍呢，我们半拍休息啊，来。我一生最骄傲儿，我一生最骄傲儿。瑞哆瑞咪嗦嗦嗦嗦啦嗦咪哒嗦嗦啦嗦咪哒嗦嗦啦嗦咪哒嗦。瑞哆瑞咪嗦嗦啦嗦咪哒嗦啊，青春永不啊，就这个春呢，这个嗦啦嗦其实就是一个滑音了哈。你敢知女人的青春？你敢知女人的青春上报？春，好，过一摆来。你敢知女人的青春上报？好，前面那一句来接来，我勇敢来听，我勇敢。爱过你，我一生最骄傲儿。你敢知女人的青春上报？二三，嗦啦嗦咪咪咪咪嗦咪咪，嗦啦嗦咪咪咪咪嗦咪咪。啊哇，为你耽误耽空一口啊。怎么闭口音来？大家念念看，耽误这个字就是耽误，然后耽误来啊！我为你耽误，瑞咪瑞哆啦，哆瑞哆啦嗦，专心家再分开后，专心家再分开后，前面来接来啊！我为你。耽误专心家在分开后，咪咪好，这边要注意一下，这分开哆来哆啦嗦，哎，这个你接苦苦的话，觉得怪怪的，就是因为什么？因为嗦是低的，咪是高的，咪咪咪嗦啦嗦咪，哎，可追求你爱追求。用框框起来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切分音。好，所以这怎么样？可追求你的爱，
苦苦追求你的爱，瑞咪瑞瑞哆，无结果。苦苦追求你的爱，无结果。好，唱到这边呢，第一遍就唱完了哦。第一遍，接下来呢，间奏4小节，反复从哪里？从头安静的呼哦，唱我好多，又开始又唱到苦苦追求你的爱，无结果啊，一样4拍。然后对不起，这个弦钮是错的哈，无结果。然后我们要跳这里高帽子2，间奏8小节，间奏完了之后，哎，才看这个弦钮，然后弦钮要接哪里？接副歌。所以我们刚才已经逐字啊逐句的介绍了第一遍，我们现在要唱什么？第2遍加后面的半遍那我们来。我们按照惯例呢，惯例从头来啊。那我们从头来唱呢，唱到大家觉得有问题的地方，欢迎举手告诉我，我们就把那个地方再讲解一下，然后再重唱一遍啊，这样让大家能确定能够唱熟啊。安静的吼，从头来，1、2、3、4，滴，安静的吼。笑我糊涂，看袂清你的心灵苦。就开情话迄一幕，热你无笑我嘴肉。同学给我比的时候，这里要唱歌谱了哈，来，那就是表示不熟。来，我们把这里前面那一句来接一下。听开情话迄一幕，你无笑我嘴肉。哆瑞咪咪咪瑞咪嗦，老师刚刚这里唱错，哆瑞咪咪咪瑞咪嗦，听开情话迄一幕。哎呀，同学你们真的是太可爱了哈！老师唱错了，竟然没有人提醒我啊！不是，这不是你们的错，这是我的错。对，这个你们是日行一善，是不是？听开情话迄一幕，你无笑我嘴肉。好，那这里肉，我说这个要加什么啊？加多啦，有没有？你无笑我嘴肉，爱着你，好我心甲5、3、4。我勇敢爱过你，我一生最骄傲。你敢知女人的青春上报？我为你耽误，专心吃再分开后，哆来哆啦嗦，来后面呢？苦苦要高上去的，苦苦追求你的爱，无结果。哦，同学说比那个嘴型给我看从这里要再来一次，是不是？好，来。我为你耽误，专心吃再分开后，苦苦追求你的爱，无结果。好，间奏8小节接副歌。我勇敢爱过你，我一生最骄傲。你敢知女人的青春上报？我为你耽误，专心吃再分开后，苦苦追求你的爱，无结果。停这样的这首歌呢，爱你我骄傲，2遍半就给大家唱完了啊！感谢大家呢长期以来的支持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频道啊。那不好意思，岳云老师唱的不好啊，林秀琪唱的比较棒啊。来，欢迎大家先到 YouTube 频道欣赏一下林秀琪小姐的演唱，再回来学唱这首歌啊。那学唱的你就会唱的比我还棒啊！歌呢要唱的好，就是要先唱熟啊。我们
先听首，然后唱首啊，再来唱啊，这样就会啊就会越来越好啊。这首歌呢是石国老师的作品啊，林秀琪老师的演唱啊。那这个感谢大家啊，在这个去年1年呢啊，给岳云老师啊支持啊这个频道啊。那新的一年呢，马年马上就到了，今嘛新年头古年尾啊，大家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呢马到成功，马上发财，马上健康快乐啊！来祝福大家，也希望大家呢别忘了啊，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啊，同时呢给我抖内，感谢您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